心想事成第2條法則，讓心來掌舵潛意識嘅船。潛意識就好似一艘船，而你嘅信念就係船長。只要船長想向右轉，40萬噸嘅大輪船都要聽佢嘅命令向右轉。潛意識所能影響嘅範圍可普及到全宇宙，但唔會因為佢嘅體積龐大而難以運用。即使係一艘40萬噸嘅大輪船，都要遵守體積唔大嘅船長指揮。如果船長認為我沒有辦法掌舵這麼大的一艘船，咁呢艘船就冇辦法開動。船長必須對呢一艘船有信心才可以開動。事實上，好似座山一樣大嘅一艘船，只有駕駛過佢嘅人先會體會到其中嘅感覺。但係呢個時候，船長唔一定要知道船舵嘅構造係點嘅。幾年前有一位女大學生喺聖誕節嘅早上，喺一間高級服飾店嘅櫥櫃入邊，睇到一個相當昂貴嘅旅行篋。當時佢正準備返鄉下度假，佢差啲就講出嚟：我好想要嗰個旅行篋啊，但係我冇咁多錢。好在佢諗起摩菲理論，即係唔好講出否定性嘅說話，即刻將佢改為肯定性嘅語言，咁樣先可以令潛意識發揮功能而出現奇蹟。佢即刻改變咗方式，安慰自己講：我要將嗰個旅行篋當係自己嘅嘢，以後嘅一切就將潛意識安排啦。聖誕節晚上嘅8點，呢個女仔嘅未婚夫送咗一份禮物俾佢，而呢份禮物就係嗰日早上10點，佢喺櫥窗見到嗰個旅行篋。呢個女孩轉動咗少少嘅船舵，於是大船真係開始啟航啦。如果有人只會將事件當成巧合，咁佢一定就未知道潛意識係乜嘢啦。圓夢小語，我善用潛意識的力量來達成我的目標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